端午节，然后我就会想到我阿婆每年端午节，她就会粽子，对，她就亲自包粽子，然后你那个粽子也会放在冰箱3年。心上留香哎呀！其他的生活呢，应该还算不错啊。两张马，两张符啊！啊，马马虎虎，好马马虎虎。闹热大擂台，鬧熱強下來，哇！今日非常的歡喜啊！係啊，做乜歡喜？哦，安尼節目當中啊，嘿哎呀，大家都祝賀一下呢，祝賀一下，哎，祝賀一下，哦，祝賀一下，安有什麼尼好啊？黃雨涵不得了，入圍金曲獎了，閃紅啊！要不要講一下入圍感言？這個是多大的殊榮啊！真的，竟然在我們節目的參賽者可以入圍到金曲獎哦，不得了！你是第2位，嗯，啊，你是第1位的，不是啦，還有那個啊，二本貓啊，對，上一次，嘿，對啊，哎，那有機會哦，有機會，我們節目是福地，真的，哎呀。加油！有我們2個在就福地了。對，是嗎？對，福地福人居了啊！對，加油！積分賽比賽規則，大禮拜3天無強樣嘅主題，參賽者做主題自家選歌嘅，積分最高嘅前5位就做得進入年度總決賽哦。今每日評審欣賞有74位欣賞，70位欣賞，總比欣賞，優秀題欣賞。今邊嘅主題係我都想念，係意思係講就係我創作一首歌嘅來獻本思念嘅人，嚇心肚空，自家要想好，自家我想一3年，我當相機用白用人嘅心情，用人嘅歌聲來表現出來。所以呀，件事情呢，記得唱歌我有情感，唱歌要唱講法，我真見本人聽到人嘅心肝都會聲音。請大家加油了，安子識。TV 情緒水帶來聲音嘅發響。好嘞，彈過啦。演出傳來陣陣花香，海外相遇幾段時光，掠手將你帶生活，所伴嘅香水香揚。演出傳來陣陣花香，海外感到淡淡悲傷，愛離開你。有一段時光，你倆才馬開天風，聲音嘅花香，掠迷途將你就唔得摸，愛人嘅香，愛人嘅香，偏偏要害你嘅香，聲音嘅花香。掠迷途到你就唔得摸，愛人嘅香，愛人嘅香，偏偏了害你嘅香，我竟愛上得摸。演出傳來陣陣花香，海外感到淡淡悲傷，愛離開你有一段時光，你倆才馬開天風，聲音嘅
强，念咪土土地，佢唔地摸，愛人家強，愛人家強，偏偏了害你家強，誰人家發強，念咪土土地，就唔地摸，愛人家強，愛人家強，偏偏了害你家強。都竟爱三地梦。哎呦哎呦哎呦！可以水，哎呦，今哇天带来这种拉丁名曲啊！因为我想我先要跳歌哎。因为就是想这首歌，我上次在看的时候就，声音怎么了？突然想到，没事，哽咽了是不是？就突然想到，这首歌的那个感觉，我一听到我就想到阿婆外婆。家婆，对，想到你的外婆。小时候啊，你也是阿婆带大的，对，隔代教养，对，外婆带大。然后呢，她有种那个桂花，然后时节到它就会很香嘛。那有一次呢，就在家里，我想到闻到那个味道，好奇怪啊，怎么这么香？我就在那边找说，因为小时候不懂嘛，找说哪边有香水，怎么那么香这样，一直在找到后来，我就说怎么有一种香味好香在哪里？这样我就想一直找，结果外婆就说在外面那个桂花香很香，我就想起原来是这样，所以就是小时候就有一些这样的景象回忆，对景象，所以呢，就是常常会跟时节到就会跟外婆去看她种的那个花香，花香，对，所以一听到这歌，哇，就马上让我唤起跟这个外婆的这种感觉，就觉得今天一定要带来这首歌的，对，很有味道，讲师弟欣赏的老师哈。我们知道这首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这首歌的节奏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润把节奏，但是润把节奏对年轻人来讲比较不那么熟悉，所以我也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法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其实我发现你整个很到位，其实来吃动吉比来冲下出歌，我觉得你今天挑歌挑得太棒了。好，你真的有发挥到你想要像阿婆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做得非常的棒。比较，我们为什么讨论那么久？我们老师你麦克风一放下，唱完，哎呀，都有这么在讨论。因为你忘掉了好大段的歌词。哇，这真的是你知道吗？其实对其实我自己心里面的内心，我今天打的分数，起升来2分满分的。好，就是你今天表现的真的太好，因为你刚刚一起歌，其实我就又开始麻了，所以我希望讲，唔讲要摆起，继续加油。好，安子 say。好，安子 say，哎呦，这歌词的你别带多，没，会配速了呀，真的很打爽，那可能太融入在里面了，没，对啊。好了，还要看一下分数啦，来看一下陈可以谁给分数？好来，哎呦。歌词创作还有这个分数算不差，91分哦。一般的狗子冲不冲？应该90以下了，哎呀，再加，还有4个礼拜，加油！回头休息。还有撒下来，哇，撒落来条歌又有人会叫咧。哦，往心带来永远。来，唱歌啦哈。孤单夜这个人夜天，因爱最为白见你见面，也小小的去伫门前，看听爱的行语言，看到你嘅总遥遥见面，层层嘅云，高安多年，18岁中唔盼的，高为爱总因素才无欺骗。虽然爱你会无下安多年，一片爱的心，但系你。
定会了解你，一定会好好来记得你，此生的永远。看到你的总遥遥的脸，层层的云，过暗的面，似饱似肿，盼待到未来总颜色彩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靠安多年，你比爱的心还愿意去强骗。两下的雨里天空改变，基本你的思念无无变，无爱偏依无言无字，相遇的暗部跳出款你的相片。两下的雨里天空改变，不是在空不曾恋恋，无为什么都无语言，但爱你重复延绵的时间，一定会了解你，一定会好好来记得你，此生的永远。哇，心宇啊，哇对啊，你不管唱什么歌都好有味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因为这首歌写给阿婆歌，你很直接就会想到阿婆，然后又是端午节，然后我就会想到我阿婆每年端午节又是她都会，粽子，对，她就会亲自包粽子，然后你那粽子也要放在冰箱3年。没有，我只记得我阿婆她就在包粽子的时候，我就会旁边不会包，所以我就会偷吃她的那个油饭，对，她边包我边吃，边包边吃哦，我这样都偷吃肉，你也偷吃我是油饭，对。然后就阿婆过世了嘛，所以听到这首歌就很想他这样，然后就让我想到他过世的那一天，然后因为他是在家。对，在家，然后那一天其实他的后面的状态他都可以跟你聊天讲话，可是他的体力就是你知道越来越差，就是时间快到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在有礼拜6吧，我记得是一个假日，然后不知道反正家里的他的小孩孙子就那一天全部都回家，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走，只是觉得假日我们就想要一起陪他这样。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护理师会来看，因为是在家安宁，对，所以他就觉得，他好像有一些症状跑出来，例如说呼吸声变了，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有专业的一个判断的方式，然后他就说，好像差不多了这样，然后我们就很舍不得，对。然后呢，对，然后就想说，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不要过爱啊，你放心干嘛的？但是我忘记我听到了一个人说，他说他们人临终前，你多跟他讲一些好的，然后让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好的，他就会往好的地方去，不要让他担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我一定要跟他讲些什么。然后就在大家到那个客厅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然后我就躺在他身边，对，然后我就说，我说阿婆，我跟你说话，你就静静的听一下，我就说谢谢你把所有的孩子、孙子都照顾到这么大，然后你很辛苦，谢谢你，然后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很好的阿婆。我讲，你不用担心我们会自己照顾好自己，我也会照顾好爸爸妈妈，这样你不用担心。然后他还笑笑地跟我说：“哎呀，怎么这么会说话？这样子，你嘴巴好甜。”然后我就躺他身边一会之后，我就说我去上班了，这样。然后我就去上班之后，过没几个小时就接到电话说阿婆走了，然后就还好我有讲，对。然后我就觉得还好没有留下遗憾。对。其实人在告别的时候，我觉得能够笑着离开，是很温暖的事情。是善终，对，而且小孩都在他身边。阿婆那时候几岁？好像80。
80其实还算对，他因为他还是癌症，所以没办法生病。对，但是至少他最后的时候，他的意志什么都精神是清醒，只是可能时间到了，身体已经开始出现那些状况，应该有点像那种回光之类的，回光返照那种的。哎，最要走之前的那种精神会特别好。对，然后而且儿女子孙都围绕在旁边，我觉得是很幸福。对，好。改天我们再来好好聊一下，好好分享一下啊！还要开一个这种特辑，是不是？对啊，聊阿婆的泪崩了的特辑。这个主题很主持人是徐哲伟老师。徐哲伟老师从头到尾都泣不成声的一集，这样。好，老师。好，其实我加提供来创亮书歌曲时间，其实我们几个老师都特别的一烦恼。想讲，我上海我情感，特别唐董加讲我故事之后，我有点担心你没有办法 hold 住这首歌，因为我知道对经验来讲，受有限数，我经验我很怕你 hold 不住，所以在当下我其实我有发现到有几可能因为我情感上来的，故所第副歌的时候，你有很多音准都是不在的，这很大的问题哈。特别是俩给你的天空给片，我写的是大调。我刚才问一下师傅老师，是不是我听错？但你都唱在麦上面，所以你会在听觉上会那个音准上面有一些问题。鼓手一开始的时间，我可能因为想要 focus 在那个你的音上面，我就也压抑我的情绪了哈。那整首歌我当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虽然讲这首歌曲，我们本后不创这首歌曲的朋友建议，因为这首歌曲我编曲的时间当弹是很淡的，那淡并不表示它没有技巧，也并表示它不在那个 grooving 里面。你可能要 hold 住那个气更多。我还是觉得你要 he 有点某旧，你看你最大的问题哈。当然情感的部分，我当然没有疑问，我觉得阿婆刚会发，我觉得很感动人，因为我对我自己的歌我还是很要求，但是对于你让阿婆的情感，我还是给你100分的，谢谢。好 ，OK， 来看一下，有好好的听见。两个分数来，看一下王心怡嘅分数。伊會唔會復燃嘅出現？金曲歌后也才，哎，他们记住了。看一下王心怡嘅分數。好，92分。这是啊。你分数做得嘛？阿婆做的吗？阿婆落可以。要不要拔拨一下？和鞋子拿给你拔。OK 啊，还有4个礼拜。4个礼拜，4星期，好，加油加油。OK， 好，回座休息。撒下來，王以涵帶來眼叫無驚。好，嚟彈佢啦。相愛留意見一面。
讲一句，但唱讲一句，安久无见。你会唔会复念嘅出现？在故乡嘅无通前，你会改变少年，坐伫旁边，对你错点讲一切。爱当相爱人遇见一面，看看你追求改变。我过去讲从前，单枪作对，对你讲一句，单枪讲一句，安久无见。也很好棒哦！对啊，这他声音好有磁性，给他打音是啊，很有磁性。对啊，除了心语唱歌很迷人之外，你唱歌也是很迷人，真的。那你把其他人，其他人更迷人啊！对，这歌词你烦的吗？有之前有别的选手有唱过，然后我在细修。哦，在细修。对对对，自己有修改过。我发现他真的，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歌手。他不会说哦，这个翻了以后，然后就照，或者是照着那个音就这样唱上去。他还会有那个韵味，那个韵脚，你都自己的想法就是如何的说这个故事。难怪你可以入围金曲奖，在此先恭贺你。恭喜恭喜恭喜再次恭喜！唱这首歌什么？有什么原因？献给谁？我觉得就是献给，因为我觉得大家心目中一定会有那个很想念的人，但那个人可能是他的像阿婆啊、阿公啊，或者是亲人朋友，或者是就是宠物们都有可能。对，然后我想要透过自己的声音，然后大家在听见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就是边听啊边想念他们这样子。想念就是所有的大家想念的人，你用你的声音抚慰他们这样子。好久不见，爱久无见，很有意思的歌。是。唱的唐先生的歌，唱飞欣赏是约翰。根本你来说歌曲，我觉得在一进歌那个爱那个地方哈，一进歌的那个低音的字，我就会觉得你的位置是。变这样，你没有位置像你平常那样子把位置放得很好，好，所以就会听起来整个是很沉的，而且今天你的咬字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口型都没有整个开。再来，于涵有非常多的特色，他的字跟字之间有时候他的音会这样连过去，这样连过去，那是属于你的特色，那都处理得很漂亮。那我觉得看到你放下了吉他，然后这样子站在这里挑战自己，而且一次一次唱得很好，我真的觉得很棒。今天我觉得应该是有被影响，所以我本来很期待第二段你可以再，可是它就差了一点，很可惜。可是我相信，张力好像没有，对，就差了那个张力。就算是容颜，或者是即使是在那个里面，可是张力能够出来，这个张力要怎么样的去唱，真的是好好的去想一想，那个位置就能够改变你的张力。好棒的建议。好，来，看一下，给个分数，看一下王一金曲歌后的分数，来。有没有看到金曲歌后也才93分？93不错了，好不好？人家金曲歌后，你们金曲歌后才要严格，严格审视你，他们严格审视，老师用更严格的那种方式。他们嫉妒你了，其实。好啦，口反 sell 啦，他就是真的希望他更进步。尤其台北文里的客家后生一辈，真的，代表我们客家年轻的一辈，加油。好，那也祝福你哈，真的这一次可以得到金曲奖，谢谢，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回照休息，来。
好嘞，沙来，沙来，李好生带来落舞，来，弹开啦。爱该落幕，才该人人该散那度。落幕顺头，有日头太冲该落树。中世最后，坐在落树下高贵下坐，接上同阿公讲古。爱该落幕，无天虚也无明路。落幕头前，通好把逐日打锣鼓。记得最后，老阿婆才做下穷下母，看电几遍法师。就祈求无人见等爱开始，嫌爱恨我做该手风舞。爱到乃是将袂转到错了解，无他天天清风从高夜光来跳舞。嘿，落幕啊落幕，你敢看清楚？白白转移之间的慢慢该泄露。狠狠的纯爱的娘，将将的头发放在红枫的收藏。又祈求无人见的爱开始。天天清风从高夜光来跳舞。嘿，落幕啊落幕，你敢看清楚？白白转移之间的慢慢的泄露。落幕啊落幕，你敢狠狠的纯爱个娘。所在，将将该头摆，空等幸福该所在。哎呦，哎，好神，哎呀，罗哥。好神，那带来呀，用安尼汇丰，表现的歌曲哈，对啊，对佢来讲都是非常拿手的哈，比较熟悉的语言。我写的第一条歌曲啦，唔写的，应该写嘅，唔系应该写诗，下次，两条歌曲诗应该写啊，曲係應該老聽過兩三曲好上嘅。哦，有兩聽，愛卡了。所以這種是寫的歌是下本馬上。其實一開始寫了首歌曲嘅時間是因為我想係用客家歌來反映我嘅阿婆。我之前講過東島版，我係自寫阿婆圖台。不過因為嗰時因為我去比賽啦，嗰時聽歌時，人哋講你寫一條讓你自家有關係、你懂有感覺嘅歌曲。我是上到寫嘅時間，我哋哋散讀，啲會搞山搞水，應該冇煩惱嘅時間。到兩下我做創業擺兩條歌曲，其實該感受冇強用。該感受是我唔單淨係反映我嘅阿婆，咪係反映寫時間嘅自家。反映嘅小時候。係啊，然後太累出社會做事咧，你是煩惱眾多，想嘅東西眾多，因為驚你講唔出法。
你有跟做唔错事情，系，不过该谁时间摸翻摸弄，你做满事情全部做的，天真无邪哈，对呀。所以我挑战从的世界是。面前有只法面是仅仅有阿婆伫个很个秋风鼓，全世界阿婆是很个秋风鼓，因为嘿是搞到贵姓动欧洲哦，哎啊秋那动秋啊，秋风鼓，秋风鼓，那全世界很多秋，搞得贵村好难用。是，所以聊条歌曲啲會寫動到嗌啲慶祝三豐嘅環境嘅嗰種感受啲啲輩啦，係。好，安尼来从头来谈欣赏的歌好，请你嘅小琪欣赏。好，好成哈。那一上面比赛下来看下来哈，其实在创作了中国的部分，其实的进步动多啦。不过有那几点的，建议就是说，你最高的声部在鼻腔上端所以你从一开始冲过开始，你就在鼻腔上端。你鼻腔上端的时候，你内收音在推运的时候，叫内收音在推运的时候，你所有个狗音，有到副歌所有个狗音。今天你这个创作这首歌，我觉得创作的水平很不错。不过的狗音基本上平均率全部都没上这很可惜耶。没你超不上哦，是因为你要声部标不超，你要最高的在共鸣腔在鼻腔上端，所以你注意看了，你所有的共鸣都在鼻腔上端。上唔去啊，所以你要做外放音，所以你专音音准的看，你共发的时间在前声部，你冲狗的时间在后声部，那都奇怪哦。所以你跟老师都没有颗粒状，你要展现比较浪漫温柔，没牙齿这么张开，然后都在口腔中频，你麦克风拿按勾，就是小声的就啱间接诉说。但是讲啊，莫戴耳机的话啊，就唔定超嘛改，你声根本没有出来啊，薄电啊。你像吉娜姐，她就是大部分都是8、9层次外放音，外放音给她出力的力量控制比较好。你们是缩起来之后去控制你去把音位和后堂的嗓音，其实观念是错，反而把你的声音的特色全部压掉了。好，大家特别注意，因为。进入5强以后，人家评审其实唔咩看你去唱几好听的，也讲你唱个技巧有几好，唔咩展现功能，唱两首歌的赋予较新的生命，也较重要。浩辰，我觉得你进步很多，好，继续努力。好，谢谢，好，来，看一下加个分数啦。哪里浩辰嘅分数？哎呦，都在了，基本上哎呀，这个创作过的，按那分数就不差。加油，继续加油！4礼拜，好，加油！好的，回做休息。好的，哎呀，沙下来呢？沙来啊！蟑螂哥后吐了一个大舌头。刘米领带来颜柳清风。好，来弹个啦！梦自由好，梦自长条流。我是早产儿，所以给年头又嘿保温箱其实很贵。然后我小时候又黄疸过高，脐带缠身，然后又血管瘤。那你还能活到现在，还不错。所以啊，妈妈讲，你可以做嘢的时间啦。亲戚朋友一看伊拢偷的讲，哎呀唔得发现血管息肉。妈妈讲其实伊糖都轻松些。将春梦，慢吟梦，为了
做，做点糖的故事慢慢讲。抓到无爱照顾你的路，有时故意不去，散步是摩托步，希望你身体爱健健康康，好点路向前步。将绵绵的拍松，踏地，伊甲因的重量难过，一座一座慢慢散掉，心思真美好。眼泪吹长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将春梦梦一梦，为了家己，一生有几多。甜甜做，做点糖的故事慢慢讲，抓到无爱照顾你的路。落叶了，吹长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将春梦梦一梦，为了家己，一生有几多？了解甜甜做，做点糖的故事慢慢讲，抓到无爱照顾你的路，抓到无爱照顾。哎呦，美玲，我堂给狗今天唱这个歌唱得还不错哈，真的好有味道哎，真的。啊，今天这首歌是要献给，就是献给外婆。哦，又是外婆。因为小时候是住跟外婆，也是阿婆带大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阿婆都很早起床哦，然后就会帮我们煮早餐那一些，然后就乡下嘛，就很大。土地很大，阿婆就会洗地板啊，然后都会浇花那一些。然后小时候就会偷偷爬起来，然后跟阿婆一起帮她做家事。偷偷爬起来，对。为什么要偷偷爬起来？因为他不让我们那么早起来，我们会被骂。哦，他希望你们睡饱一点啊，他就是把家事都做好。然后就是会煮菜啊，我都会跑过去说，我要学这样子，然后都会教我。不是要偷吃哦，不是啦。然后就是7岁之后嘛，要上国小，然后就会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然后每次就很期待放假，因为一放假就可以去阿婆那边。阿婆家，你们是马来西亚哪里？马来西亚槟城。槟城。对，在槟城。哦，阿婆住槟城，也是槟城。哦，也是。对，可是现在住的地方，我阿婆现在住的地方已经被开发了，就已经没有在了。哦，槟城是一个岛嘛。哦，所以那时候就是说读书的时候是在比较城市里面，对阿婆是住在比较乡下郊区一点，对，就那边还有人就养猪养鸭那些，对，比较就是小中哈一些。槟城是福建人比较多，福建人比较多哦，所以你是福建人。我妈妈是福建人，但是我爸爸是客家人。哎呦，对，闽客。哦，对，所以你外婆应该也是福建人嘛？对，她是福建人。福建人啊，所以你福建。我会晓讲淡薄仔福建话，福建话，客家话咧，他天天咧学，现在慢慢学，慢慢学，安尼从头来唐先生的公平来，来，思斌先生，好来。亚叔各位，我觉得你表现非常好，只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今天很特别，不用自己可以发挥的壮硕感来唱这首歌，就是壮硕感，意思是说，这是什么？希望一种有激昂点。激昂点的做法，你反而把 key 降低了，然后做自己的一种比较松的位置来唱这首歌。因为有赏时哈，我们在开发低音的部分，因为你的声音很清亮，所以你高音、中高音都发挥得很好。不过那你比起 key 的部分，就是要说国会挑心的部分，你做的比较低一点，所以就会重在很多的比较低的位置，比如说
唔睡也好梦。这个时候，唔睡也好梦，这个对你会显得站得不太稳。好，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唔睡也好梦。那听音嘅呢，就係講，因為那個地方，講下數個有個地方，我們在落拍的時候，在唱法嘅部分，我們在唱。因為我剛剛聽到你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說落葉流吹強風，比如這樣講，可是你唱的部分是落葉流吹強風，你在定拍的位置唱，所以這個部分，因為這種軟度跟你剛剛落拍的正拍的位置，你會發現不一樣。可是我會希望是，如果是你要落正拍的話，我會希望用蜻蜓點水的方法就好，不要落太多這樣的東西在這裡面進來。為什麼？你會發現那個硬度跑出來了，那個柔軟度不見了。落葉流吹強風，可是你如果是落葉流吹強風，是不是聽起來兩句的感覺會不同？可是這個時候，如果你在某一個 bridge 裡面，你做一點。會變成很棒的一個提示，一個很棒的亮點。不過你在某一些地方你做太多的時候，就會反而你想做的情緒被你拉掉了。你反而做太多了。所以你可能點綴式的來做情感上面的發揮，你才不會被拉走，我們被你拉走了。可能要注意這幾塊。好 ，OK。好，安子生。謝謝。老師聽得好細膩，對，好可怕啊！我在旁邊做，我就覺得好棒啊，對，很完美。一定要啊！我們現在請蟑螂最怕的動物，蛤蟆老師來幫你講一下。感謝主持人。其實美玲要特別注意，你基本的實力非常夠，非常夠，而且你在唱歌的時候，你這個已經有想法了。整首歌只有個人的唱法，沒有律動。你剛才從聽一團開始，整個到尾，整個到那個尾巴都在搶拍，還有甚至搶到一拍。你還開始講，你可以表演呢，發揮你自己唱歌，那沒有問題。比賽如果譜拿來，安尼評審來對練看哦，你搶到第二次的副歌，已經搶拍一拍了，那這個是個人風格還是形成律動？現在公演衝法，那對比賽來講是壓力很大。你聽嘛？然後最後一點要容提上就講，你既然有中國的實力，你為什麼不把展現你個人的風格帶到這首歌，讓它有一個新的生命呢？而是你要屈就於你認為，哎，因為唱起來它後堂、它浪漫，你要展現它某強的東西，那並不是你真正能表現的啊。評審要看的黑馬該東西，就是你個人注意這首歌是不是有驚喜。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哎，對，所以大家特別注意啦，好不好？還是給你恭喜，然後繼續努力，加油，是嗎？美玲哦，給電視節目當中，她表現的歌曲太多元了，power 的什麼都有。那她今天其實，她表現那種比較清淡一點的，其實有不同的味道啊，對，我覺得也很好聽啦，好聽啊，東渣嘛，看一下分數就知道了，看一下劉美玲嘅分數。這個比賽就是這樣，有時候是運氣啊，對呀，對啊，是啊。老師在說的，你要有聽嘿，哎呀，大家都要聽進去，加油加油，哦，你說加油，回座休息。好，稍後嚟睇下其他嚇嗬，彭思源帶來搖籃老友誼。哦，嚟彈看啦哦。
又好，梦自像潮流。你甲牺牲打拼，你将来哟。拜托日头用力摇，拜托月光放西摇，摇到天公，摇到不是笑哦，摇到天公，摇到太平桥哦。向天用力摇，拜托姊妹放西摇，摇到山公，摇到阿美路哟，摇到山公，摇到奈何桥哦。梦还没死都把你写哦，梦爱的字又好比将来哟。哎，谢谢蒙思君，还有蒙思君，随心所欲乐团的老师们，你们好，老师好。哎，老师们好像应该要就是唱名一下，需要吗？来，老师。我叫陈应纯，是打击乐 percussion 老师。我是二胡老师叶维仁。叶维仁啊，哎呀，这个一定要给楼哥，不好意思。我演奏的是琵琶，叫做梁嘉宁。哦，琵琶，哎，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梁嘉宁，我也忘了。梁嘉宁，梁老师你好，是。嘉宁老师好。其他就不哎，这不行，那曾亚军的后朋友。对，曾亚军的好。我是吉他林修身。修身老师。听说好像是这个亚军的对，常常合作的伙伴。对。那这位。只能坐着弹的。哦，孔锵老师，小锵老师。对，我是 keyboard 徐伟霆，是他的大学同学。哦，他现在是团长对吗？他其实是作曲家了，他现在是近代国乐青年作曲家。哇，对，哦，你们就是因为同学的关系才有，所以就被骗来了，对了。很好骗哈，对，他们是我大学同学。哦，为什么叫随心所欲剧团长？哦，因为我们都没有照谱弹啊。哦，那不是跟小康老师一样都没有照？没有，小康老师有照谱弹好不好？他们错都会全部一起错的。哦，真的啊？对啊。是，所以是有照谱的啦。真的。他们是弹即兴，对不对？对，他们比较强。所以就是。所以即兴就是不管什么歌曲，然后一跟你们讲，然后你就马上就可以。当然啦。就现场就即兴就创作。
当然没问题啊，这个。但势必一定要你们听过的嘛，对不对？不一定啊，不用啊。不一定啊，骄傲那么厉害，电源关起来就 OK， 弹什么都可以。是的，根本即兴就是你知道，关起来弹什么听不到啊，听不到啊，他们都假弹啊，有什么差？这位老师，你来点一首歌，休假千里华爱，这首名曲啊，世界名曲哎。我跟你讲，最厉害的就是你们唱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跟，好不好？见面几多摆，当作无熟悉，实在不应该。来了来了，我爱你在心内，来了，不敢讲出来，不敢让人知。好厉害哦！想看卖，你想看卖，爱对你用般关怀，我的心意爱也不是完全无了解。欧巴桑，将你不爱爱呀，我一生爱伴随在心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有了你的爱，我一生就沉醉在爱的世界。哎呦，好厉害哦！这首歌他会唱，应该也有你那个故事对吗？来分享一下好吗？我其实亲手为妈妈冲过的，因为我本身是早产嘛，就是我是早产儿，所以给年头有些保温箱其实很贵。然后我小时候又黄疸过高、脐带缠身，然后又血管瘤。那你还能活到现在，还不错。所以啊，妈妈讲，可以做嘢的时间啦。亲戚朋友伊可以用偷偷的讲，哎呀唔对，也唔对发现血管息咯。妈妈讲其实伊糖都轻松心，也就是想讲伊鼓励这个，伊听我疼爱带我。对，所以可能叛逆期吧，大家成长的中间拢有叛逆期，所以有上司啊对妈妈讲法就很我妒忌。也会读伊，而且会应嘴。伊有读过伊讲，伊听来讲，因为伊拢很阿飞，就是以前的名字，因为阿飞讲吼，实在是我生着你的心，生袂着你的心。叫的多，叫身体来叫多个心。那你这句话讲出来，让妈妈难过，她才会讲出这种话。真的。以前就是亲兄，因为在南部嘛，都在乡村，那时候觉得很想离家，所以我就是死命活命念书，我就是为了要逃离家里，就会想要去搞一点也想要比出去。对，然后妈妈就。可能应该是不舍啦，刚刚伊迄唔攀的，所以伊给上司同我讲嘅激发时，就会一直落深刻，变我心度，他就会想对讲妈，提呀，你先提呀，对，母子心相连呐，所以啊，他也以后你这样提供哈，反向。对，就是叛逆期过了以后，对了，叛逆期那也是可能短时间而已啦。我们去给他出了大病以后，张会吃的，这样提供那种辛苦呢啊，对。如果刚刚对你安好，好，这首歌今天真的好棒，来，谈一下欣赏公平呀。好，第一季比赛开始，第一季比赛我们就一直雕他，然后他甚至就是。砍掉重练，这是我很佩服的。然后我刚刚也特别跟慧老师要哭了，就好像看着我们自己孩子成长。而且你刚刚唱很多地方是让我很感动，我真没有话说。不只是今天的乐团带给你的能量，我觉得乐团你要先谢谢这么棒的乐团之外，也要谢谢你自己，谢谢你的妈妈。今天你一唱完，我跟所有的老师对看，每个老师说我们没有话说，你今天很棒。我给你很高很高的分数，谢谢你这么精彩的演出，让我的摇篮与摇椅有了全新的生命。谢谢你，真的好棒！谢谢这位老师。请另外一位要热泪的老师费先生。对，
其实每一次要换到你唱的时候，我都很期待，我都会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是什么。因为还记得以前的时候，你的声音是闷，然后你一直要突破，可是突破不了，一直问我们怎么告诉你。可是你的声乐的部分，你唱得非常的好，可是你却愿意把那个东西放掉，然后重新再练，然后找到。你知道我刚刚唱完，我跟哲维说，我太高兴你找到了属于你流行的声音，而且你可以运用的这么棒，实在太棒了。而且你那个这个推跟收，真的没话说，控制度好好，太厉害了。我也看到你的用心，因为要跟你的歌要跟乐手们合得这么的紧密，那是要花时间练的。真的很棒。他真的很用心啊，让我们节目更有看头，更有看头，更丰富。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很棒。好，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他的奇迹，好不好？有没有达到俺们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来，101分，是不是？看一下彭思群嘅分数。来。有发种没发种差，真差青斗了。对，多赏你素颜也是很不错啊，对不对？对啊，很可爱。对啊，哪像我那天看到你素颜，我吓一跳。超没礼貌的，然后我说：“你今天怎么没化妆？”送爱是哦白话，今年迄个Andy结婚办纪念，你就。突然去百货公司哈，就看你说你要什么，老婆送给你的那个，闪闪发亮的。哦，这一支有没有六方郎云啊？哎哦，他很送给嘛干？你送给嘛干？你送小朋友嘛干？一颗真诚的心不会吧？看一下彭思群嘅分数。来。哇，99分。这个安尼因為算節目當中非常高嘅分數咧。非常高嘅，98分那麼有哈，但是99分。都難得看到了，難得。哎，100分的球沒有，可是99分真的非常不容易。哇！要不是那位老師，是，對，留1分給你進步。蛤蟆老師都來亂的，不是？留1分不能進步。謝謝老師，他求好心切，求好心切。哎，謝謝老師。還好這些這個我們隨心所欲樂團來幫你加持，才有這個分數。謝謝老師，再次謝謝老師。謝。哎哦，呀，迄樣咧傳統組來到第三個禮拜嘅積分賽啦，冇錯，厲害，來，啊，你夾進行級嘅比賽，比賽之前介紹下啲評審先生，來，李秋霞先生、羅盈盈先生、梅生炯先生、曾明珠先生。好啦，比賽之前咧講一下那個評分嘅規則嘛，哈，標準嘅用版啊，來講一下。好，請秋霞先生。係，今日緊張咯，哦。咁嘅主題講，看到佢就想到你，你看到乜嘅東西，你就會想到馬莎哦，咁嘅參賽者要將你嘅歌曲呈現俾你最想念嘅佢，當然咧，你嘅歌曲嘅歌詞嗬，呈現咧出嚟一般大家能夠接受，記得咯，感情冇得辦。我唔記得歌詞，你非常嘅衝擊哦，將你嘅感情唱出嚟，加油！啊，加油！接受 TV 參賽隊員。TV 4妹，唔偏完得嚟平白。嚟，彈個啦。
批云你好哈，批云好，用力主持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今日主题係看到記上到你，看到你上到記，看到哦，對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傻傻分不清楚。啊，你睇看到乜嘅東西，唔好上到乜嘅。哦，我係亞叔哥係先本我爸爸嘅。哦，你阿爸。哦，係啊。先本爸爸。哦。啊，你可看到乜嘅會上到爸爸？哦，我係看到嘅我聽佢嘅合照。相片。哦，看到相片，跟相片當日帶電嘅是啥個呀？係啊。哦，真的啊？你係你嗎？數記嘅地步。哦，數記度哈。你係你哦？係啊。哎，有化妝冇化妝差，真差勁多了。對，人家上你素顏也是很不錯啊，對不對？對啊，很可愛。對啊，哪像我那天看到你素顏，我嚇一跳。超沒禮貌的，然後問說：你今天怎麼沒化妝？哦，爸爸哦，爸爸。當然係爸爸係啊。上到幾年係乜嘅？爸爸一定。佢當辛苦，當日嘅就去擺攤嘅。擺攤哦。擺攤呢？就。擺攤，哦，賣錄音帶，哦，錄音帶倆哈嗎？現在還有賣錄音帶這個事情？係啊，現在賣錄音帶，誰家還有卡夾可以放？對呀，也賣錄音帶，啊，賣錄音帶，哎，這個時代就是 CD 片。哦 ，CD 跟錄音帶 ，CD 片，CD 啦，賣 CD，現在還是可能還有啦，這個實體還是有一些人需求啦。台體都會下載咧，數位聽咧。哦，你是賣這個正版的還是盜版的？當然係正版的呀，正版的。現在出錄音帶應該是正版的。對。然後 M 卡有四隻聲音咧。嗯。四隻聲音咧。哦，阿爸阿媽。然後爸爸係就係小神。動作就出門。哦，然後就選擇市場賣哦，去市場賣。市場擺。然後就會中午嘅時間會轉來。然後睡一下跟個午覺。然後晏晡夜又出去擺雅思嘅。雅思地方都很擺辛苦哦。係啊。哦，我聽講係有上司嘅，應該嗰時候6點暗。哦，冇啥好轉，爸爸要查4點，你冇你4點來啊，轉一台幣。轉。轉移好夠，先鋒，係啊，哎呦，真的爸爸真的好偉大，好偉大，真的。那有沒有想要跟爸爸說什麼？哦，爸爸希望你，我會認真聽一隻比賽，努力嘅比下去。哦，善忘嘅比下去。後面傳來一聲指正，善忘，甚至乎就會本爸爸親好嘅禮物啦。係，好嘛，加油！好，加油！啊，你從頭嚟唐先生講明好。唐先生講明好，唱秋下先生。譬如吼，你上陣冇嚟遐，學陣腳也易吼。唔過你啊，唔記咪唱咧種嘅歌曲吼，我講是本隻建議迄年佢用貼詩嘅唱嚟跟楊千都是按雙法會更加好。啊，唔過你記唔記咯？唱得好啦，提示機，你隻歌詞唱唔唱啲嘛？啲啊！也都神仙真難叫嘅，有讓向分數啦。對啊。會大陸人叫我係唔啲啦。但是佢咪分數方面有讓向到，莫定努力，你從到莫定自張上去。當然係努力讓我張上去，你要自你上去啦。你歌詞是對唔到嘛？還有為我留一顆。你轉轉解決點嘅好彈，你是唱為我留一顆啦，就下出嚟轉，唱歌誒那邊去下人，就轉腳轉轉嘛，呢方面因為人能夠按到乜嘅，佢咪能夠培養一隻個明日之星，所以我希望你轉去人家轉腳方面，你多多嘅學習，你多聽老前輩嘅歌曲來，按加強，莫按唱按硬嘅轉，莫打上你上轉，好冇？對，加油！好，多謝。黑暗呢個希望嘅，呢個開玩笑嘅，好好嘅訓練嚟。加油！啊，你一曬個扣1分就扣4分咧，我歌詞有冇唱唔到啊？上到乜嘅？冇啦，上到爸爸按辛苦，上到爸爸按辛苦，上到爸爸按辛苦，還唔記得歌詞，真嘅，係啊，真勁係。啊，嚟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下吳丕元嘅分數。大送，係啊，
呢，后尾还是4礼拜，系嘛？4礼拜好好再变转来，好嘛？加油，加油！歌词记得带出来哦，好嘛？好，加油！谢谢。好，可以输了哈。啊，回头休息哈。哎，好了，杀了，陈建奇带来3个字。好嘞，躺过来。过了又那情，没有了心呐，送爱是哦别忘，情意要情呐。了水那哎呀，姑娘了家那安好路我盼，无奈有情呐。建奇雄哈，建奇雄哈，哎呦，也係非常嘅幸福啊！係啊，姑娘又愛你啊，又講，有粉絲，係多，係歌又會唱，很好啊你嚇。今年係Andy結婚8周年，8周年哦，Andy啊，愛老嘛，老日本人，去年係7年之癢，佢就突然去百貨公司哈，百貨公司，叫做這個就看你說你要什麼，老婆送給你啊，對，你就走進勞力士了，是嗎？唔係啦，施華洛，哦，是個名牌哦，冇便宜哦，哦，冇便宜啊，哎呦，哦，還相關，車給我先生看到這個，一獎哦，哎呦，是有，講到去邊哈。閃閃發亮嘞！哦，這一支有沒有6萬人元啊？哦，你送給嘛該？你送給嘛該？你送日本有嘛該？一顆真誠的心，不會吧？呢個阿基要送唔冇送給？係啊，有啦哈，哦有啦係啊，送給一件付給錯嗎？送他那一天晚上幸福之夜。就不好說，對，親講嘞。哦，所以你看到也蘇貝，做乜相當人太太都一生人真正最愛愛不用假。對啊，我真係人太太從開始的比賽到也行啊，竟然隨無時無刻陪在他身邊。對，還自家來比賽。對啊，以前嘅關係冇人去中不準。都不準了，都不準了。疫情做嘛，每天戴個口罩。年初賽哈，東精彩要一什麼來？反正安排專業當蔥鼻糖都會。係啊，枕邊情歌蔥鼻糖。枕邊情歌，來安尼來。從說咧，談一下公平，強英先生。先生好。全台講你好，今晡日從嚟你係3個字哦，當然你係感情要留意表達出來，韓國你從嘅世界，在你嘅你係。從發嘅表現當中，就得感受到你真正對你不一樣嘅嗰種愛意，所以呢，我想佢俾從嘅3個字，真正以後咪一向送嚇，你聽起來咪感受到你老人不一樣，你係感情當好嘅感覺嚇，即係講本日建議啊，嚇就係
第一个阿哥有錢嘅時節，阿哥入來嘅時可能上任又行弱一啲啲咧，嚇，就得讓你嘅上表出來。韓國你嘅習慣就係從三個字啊，然後攞三個兩種，數每日嘅時節，你為撈你係上任中到台上撈佢數題嚇，喺上你做得這個撈佢下進步的，好似係做得收放自如。吼，數表出去就做得從度下輕鬆啲，我想你對你人民嘅表達，會喊下聲音，吼，嗰種感覺。韓國第三句吼，一生最愛不用假，係講你做得撈佢家到事啊，係講你今日從公路變下。自家做得掌握嘅時間，嚇，做得家一生愛嘅最愛不用假，咁講你有一啲功能，我相信係講下輕鬆啲，我們係比賽嘅情況，我相信你做得安全，建議你是嗎？好，很仔細哈，好嚟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陳建騏嘅分數。果樹96分，對人還不用有交代，有交代，7年之癢過了，對，值得了這支表，好，安尼啊，恭喜96分，請9分呢。還有4禮拜，好，加油，好，繼續加油，回做休息，謝謝，好，來撒好了，撒落，林已經帶來羅山歌，來，彈我啦。看到相片，相愛吧那，慢那喲，傳神。嘎那，三個。隨口來唱出那，三腳踩踩，做來中人跨那。係啊，已經睇過，好。已經睇過，創作人嗬，其實都係傳承到夾把嘅，嗰種精髓啊，哎呀，跟韻味，哎呀，看到愛爸表揚啊，就是有興奮。爸爸相片嗬，哎呀，頭擺唔想愛啊，係唱啊，佢當我嘅阿爸嗎？頭擺阿爸爸哦，我當侄子，當帶兒。佢頭擺是當希望愛到唱山歌，愛到切至尾睇啲。市場愛歌冇唱過啲，太啲全部都唱，但是愛爸愛到唱完都唔好唱。新人咧，我想學啊。係啊，嗰陣時都冇上唱。主要你佢唔係正式啦。係啊，你啊，知道人唱人叫來咧，知道人成個確實是值得學習啦。真的。文化，很深奧。很深奧。冇錯。誒，佢一層一層啊，你一唱到我非常嘅啦，一冇咁簡單啦。真係，唱到係有面冇改啦，嗬。美國藝啦，你講誒嘅。冇，睇時間都평庸啊。唱得到係啊。
問我學藝啦，你學習啦。哎，来哈基啦。哈基啊，獎牌很多的嘞。爸爸，今天一擺來比賽眼，今天見學習啦。實際事情。所以你看到爸爸的相片呢，看到以後要行啊精進，希望自己行啊更努力對位。喊他上網前幾每拖出來啊。爸爸喺哪度啊？喺度，左邊嗰度。哦，較矮嗰度。做強勢三夫嘅啦嗬。係嗱，強勢三夫。條啊落去動紅嘅咋？你可以嚟唱藝中央。踩片段演唱嚟。哦，又喺啲咧都係表演嚇。又觸動你講唔啦？哦，觸動。因為條背嘅動作相片嗬，都搖到我拿出嚟。搖到係黑白呢哦。將雞虎拍雞嘢呢度講咗一次。民國50年嘅事啫。50年啊。應該55年啦。哇！我還冇出世了。最愛嘅啱啱出世嗎？忙啦，55年啊，是1955吧？我不用講60年次啦。也不用咧，我別講60年，對。唔係講60年次啦。哦，60年次啦。唔錯咧，排死啦！你老喺60年死啦。那有可能按可能飛到。我5年7班的啦，5年7班。57的啦，57，對。其實我這些是唐人歌台啦。眼咩黑咧？眼家空眼太啊！我出多金做啊！睇人家多些，但是我唔唱嗰時我咩聽太啊。咁啊，他就是哈同陪伴大家成長的記憶。跟住出嚟比賽，我是有看啦。係啊！哇，冇想到我也喊旗都有的，係咪？我咩喊旗都有。咩黑啦，咩黑啦。好啦，那唱的唐先生來講。請魏生講欣賞。好，老師好。今日的主題呢？看到機上到年啊！但其實以我嘅身份嚟講啦，我係看到林志堅先生咧，我係上到28機啊！哦，所以魏生雄先生係同夾88空氣嘅，差唔多啦。因為民國60年嗰時度主動三國比賽做評審嘛，嗰陣時林先生夾8吼，林大武先生就喊當3萬啊，就去從事咧比賽。林志堅先生咧。我看到你啦，雖然講上吼多少殺，不過又傳到28嗰種係唱歌嘅嗰種係分子吼。今日唱了3個呢，上於28嘅各種事情啊，也各式各方面也唱到當好吼。我點小小嘅建議俾你嘅，第一，你麥克嘅使用吼，你要有了多少準備，注意哈。第二呢，你玩戲是啦，你吸氣又好夾到，韓國為咗這個技術性的使用麥克風哈，能夠納燃到下，該頭去呼呼嗰啲聲場，唔會到了麥年紀低位咁樣彈到，你係是種個小小嘅缺陷。當然對於唱歌嘅嗰種先至，冇講當台上響，還是本一種建議，係你對佢嚟訓練啦，使用麥克風咧的。因為是你喊白啊，對了聲音方面，你聲音對了麥克風出來以後，會很難好聽，然後是很難完美嘅一件事情，是唔係？哦，你防身，冇得，我花錢，閉氣，冇得，跳那轉過去嘅，冇得變下啦。係啊，不用下來講，玩戲嘅聲音，因為盲當成真啊，所以會講。講父母唱，你當嗰種嘅時候，你有到你這個種係會嗰種係啊。即係聽人講嘢，我學啊，我學，好啦，嚟可以下幾個分數，可以下你幾個分數。心上留香啊，其他的生活咧，應該還算不錯。係啊，兩張馬，兩隻虎啊，兩隻馬，兩隻虎。馬馬虎虎，馬馬虎虎。睇下你幾個分數。95分，做得啦，係啊，做得啦，做得做唔得，做得做唔得，係啦。好啦，恭喜你，叫做係4禮哈，加油，好，再一遍當，好啦，3雷，馬上你帶來平板，好嘞，彈過來。
主持人，哎，小米姐姐好，安讲金哎呀，文小米姐啊，安讲那个在金文也在当你们安讲嘞。金文也特别有造型啊，旗袍你看。对，粉红哈，哎呀，外面粉红哈，里面都内心也粉红。哎，因为迄上到老公就粉红心啊，少女心出来嘞。所以金美迄上到老公都知个，看到嘛该上到人老公。哦，素链，哎呦，素链呢，这是纯金的吧？还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真的啦。哎呦，哦，给留的呢，留好了。哎，金子很值钱的嘞。真的，值钱的，这个一条大概要好几千块。现在可能要2万人嘞。2万人啊！台湾卖也是还便宜啊。哦，它涨2000人的，1000、2000人。哦，所以人讲我多数金的做安尼，哦，青头数金条，哦，以后还人老公送金条本，今年呢无啦，今天的提着你啦，很好的建议哦，可以哈老公。对，人老公用办爱你。系啊，系啊。结婚的哦，多年了，结婚了。32年了。32年哦，哇！啊，唔就青后上就结婚嘞。24歲。哦，32年24歲，也56歲。你也很酸嗎？多算1歲啦，冇啦，55條啦。嘅那不重要啦，用辦感情吼。是講佢當年啊，吼生日啦，吼佢將會送嚟戒指啊，你係提子擺送嚟手鏈啊。哦，也係做迄顏色結婚嘅，提着生日，啊個係生日佢將會送嘅戒指。哦，打隻金子送。哇，今年我嘅金子唔30。今年冇咧，30嘅。今年冇咧，今年是情人節會送嘅巧克力。哦，巧克力啊，好像越來越那個老夫老妻，誠心就好，只送你金色的巧克力而已。要送是好咧，哎，有送就好了，代表佢心中有愛。那老公還是很浪漫的。對呀。那現在那個就其他的生活咧，還是應該還算不錯了哈。係啊，2隻馬2隻虎啊。啊？2隻馬2隻虎？馬馬虎虎。馬馬虎虎。哇，他會寫梗誒。2隻馬2隻虎啊。馬馬虎虎啦，會做得啦，幸福就好了。對了，平安天空就好，會做得咧。哎呀，慢慢的一路天數行下去。係啊，行到長長久久。好，希望。好，冇個希望。希望咧，冇問題哦。來，一嚟唱台嚟唐先生。啊，長明珠先生。好，麥石子吼，你今年帶來係平板山歌，頭先有談講結婚按多年的嘛吼，30多年的吼，30多年啊，所以送愛數年的時間冇講，吼，所以一下過我家下維修個維修，所以呢吼，佢就挺時尚一啲的人吼，所以唔怕冇講，我唱出來。送愛喲數那年哦，都要金那個感情的抒發，好，你要做出來，好，有按當年的冇講啊，演感情按濃密。吼，所以你表達出來，嗰種係感恩嘅心，哦，帶在樹上含起心，嗰時候本人啲講，你含起心咧，因為係當保存記，吼，那個心感情所以唱出來，吼，因為含起心，唔係講係冇真實記呀，吼，韓國呢，心上相愛，親照顧，你係唱到親好，但是最美嘅是。愛會有咁那緣那，個戲啊，都該到嘅時間是不足一啲啲的，小可會卡到，再個加油好冇？好，陳老先生，好，來看一下分數，好，看一下馬秀美嘅分數。陳老先生。哦，不差
就是唔分哎呀，没讲好啊，哎呀，甲讲多两个老多分数没好没，不差。哎呀，恭喜你哈，希望你们越来越幸福哈。好，幸福美满。好，加油加油，一定哈。可以哈。多休息哈，来杀嘞。杀嘞，前面输带来3个字。唐个啦。爱嘅阿那妹，你就在身边呐。只爱了甘那油啊，来生了缘呐。哎呦嘿，面试太高，今日主持人好，今日创到一好哈，好个中气十足，哎呀，相当马上，相当牙美啦，可能在金子相当牙嘛。伊面个16岁甲牙美是高顺诶，16岁啊，甲牙美41岁。迄我卡排名第二，牙高最大19岁，牙高19岁，牙最细了才4岁年。4岁，所以总共有多少生日呢？6个生日呢？6个生日，我想到我我很难过。今年妈妈唔懂后生子。41岁就过身了，这种癌症啊，加以后他冇办法睇。哇，佢人家就嗰樣事唔做開始就細就開始拖起了。係啊，佢就冇辦法嘛，係啊，呢個讀到相當一動心酸啊，我也俾製作單位。裝的主題本來嘛，相當多啊，也是有的按不得不還有當多木子真嘅，真的，有小朋友變出來看啦，其實金子基本上當時拿帶啊，就像台北金子有嘛哈，對啊，你看平面呢，對啊，這平的，懂故事推，故事推沒有那個寶石的當，對，你唱嘢呢個你畫出來樣嘅，因為冇乜嘅花跟法文啊，係啊，但係冇嘅書冇嘅都冇，就係簡單嘅。所以簡單，其實當好看嘅。青島嘅心意啲不會多。係啊，亞美國順家有40金子，那過一張挨張挨到睇一隻，過一隻本啊家婆，亞美特別有交代，有交代講我本錢。做經驗咩？做經驗係啦，唯一的出名主要係金子啊。亞美做可以講係世界上。最後一個婚姻㗎，讓我講咧，是講啊對阿公阿婆親賢好，是非常賢好，真出自己內心嘅賢好。因為做傳統嘅做事要照顧下條先人咧，嗰啲連沙啊對話，全部當好，冇人嫌過佢嘅啦。嗰種嗌三尾路咪嫁出去嘅，嗌當感覺當叫我做個嗌三尾路咪嫁出去。咁冇邊嫌過，就傳述到亞美嘅那個美德嘛，跟那美德冇邊嫌過，大概就當賢好，對公婆當賢好，對父家們當賢好，真係冇邊嫌過。要做會耳濡目染，因為佢從細就看到媽媽按對啊咧，師太人啊，所以佢會學啊，身教，身教哦，對，真的懂好，係啊，通順咧，就特別這個真係啊。細家種，我邊個兄弟啊，有個凝聚力啊，原來個凝聚力較強啊，但係都全部將來照顧啊你嘛，不說太家，要成家立業，要全部都要像步到全部都步入到中老年嚟啦，就經常講啊，每按照做，特別也冇講比
上较沉浮吼，这什么正是无上输过啦，做迄啦，做到老总个做，因讲做到高神安尼啊，特别的因缘就这位啊。台湾人较有那种传统美德啊，也就较难请的位啦。实体无强用啦，讲真，你还没请到后上的无上的老红婆带强哈。给你看一的视频没有？比如说80年代你可能有个饭吃，你就可以就可以娶老婆了。可能现在要五子登科了。对啊，你比如说90年代你可能有个摩托车，你就可以娶老婆了哈。哎呀2000年代有个车，你可以娶老婆了。现在2020年要有飞机才能娶老婆。你有病才娶老婆。有病才娶老婆。真的。好了，那从唐先生来公平。来，唱几话欣赏。按今日你啊感情要冲出来。感觉冲出来啊！你声音啊要非常的皮肤啊稳冲你声当盘声音很浑厚来清好。不过听你嘅时间自爱感觉来神言，你啊因为你声音就按高，还是不你建议你就你调起来唱 TC 机唱神仙来调起来。像阿峰讲你声音按当到，用阿峰老只那嘅声音高，你些声音片能够按高，但是将你一个嘛个，你优点那个发挥出来。因为你要唱到大音时嘅，当然要嘛喉音要做出来，喉音啦，像加小米真大爽，由于佢嘅大音喉音，就很可惜像阿二劍嗰幾個識講馬劍識勁好你要練氣啊你哋唱歌就要按嘅嘛所以你將你嘅優點一個蹲喺邊點，你缺點蹲喺邊點，你就要發揮歸真，按出比較好所以我希望個發揮係有按嘅機會嘅時間，我是希望將你嘅優點攞佢發揮出來，加油！好，展現出來好，這樣欣賞補充一下。車先生今日唱了3個字甚至頭先李小華先生講各方面全部當好，唱到當評選。不過呢，我個人嘅意見提供本意，雖然講呢係小小嘅缺陷，我是認為講你上好唱歌各方面當好，能夠做到一些會更好嘅成績。第一點，你提嘅性變到第四嘅天論嗰啲會所啊。可能咬死有多少？唔係講當準嘅一些準看待一些，加強一下韓國你非常難得咧，能夠創辦後，又可以才進班呢的貼士，你功力咧又多，非常係，因為我本身當好用創啊。不過我本建議因為貼了是連接詞上記到下記，能夠講。是到上記接下記了，中間了連接詞，能夠好有意思，對落是的。能夠講加強來表示了三個嘅意思，很好。比如講你歡迎我個阿妹，第三個要期望我個夢中，同樣啱嚟貼我睇是講好，重複是講可能係冇人解釋。比如講歡迎我個阿妹，咧當然了連接詞非常好。其中夢中要後背來貼希望夢中做得來相配，做得來相配嘛讓你解釋得兩解。那是講咧貼士方面還是本點嘅建議啦。你上非常好，當盤，我感覺你唱歌時講一路佢用平平來唱。高大人，我哋所以頭擺我哋就講娛樂人呢叫嚟做，從個頭擺頭先個麥小姐你上了然後歌然後，能夠在兩方面，因為我哋好老嘅呢種唱歌嘅咧個解釋咧三個些，我哋要當注重高大人，因為些會增加我哋咧所謂嘅三個傳統嘅美食，加強。好，對，係啊，國語、台語那個米絲啊，多做不好，可能做唔到，就唱都平平啊，音唱準啊，要練習啦。米絲真係要加強啊，係啊，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下面數嘅分數。
哦，连续的嘿。哎，连续95加满。哎呀，95加满。哎，就幸福。哎呀，加油加油哈！继续加油，还有4礼拜哈，按这些还有在面当中。好来，杀下来。杀来王顯華帶來羅山歌。好嚟彈噶啦。真松松。夫妻夫孝。明白哥好，好，相当满意了啊！看到所我的相片都看到不用价。啊，不用价，咩现充本用的。对，所以冇事情就拿相片出来看啦。看本人做唔得看到啊，你刚才讲手机档我传过去。啊，对啊，像我手机哈，手机我都不用叫的。冇人本用的相片，没有裸嫂的照片。我生意呢，全部都不用给女朋友的。我老公好可怜。对啊，怎么都没有放一张？对呀，你至少要放一张，他检查的时候当中的宽度啊。他有说你可以放我的，我说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拍照的相片啊。对啊，我有一张啊，你可以拿这样。我说这张太不真实，因为他。30几年前的照片，哪个要放在我的桌面？可以放结婚照啊，唔係要你做嘅什麼衫褲，人本用做誰來衫褲嘅種係嘛？哦哟，那个时候很前衛。係啊，前衛啊，做得不用嘅種，係啊。對，好啦，我講記啦。係啊，講起白個啦，本用辛苦吼。辛苦，用版辛苦啊，係啊。我70年就結婚啦，民國70年，到底要差唔多40年。哇！剛我67年出去做事哦，70年就結婚啦。結婚要買結婚，喺工廠啊，計表妹啊，人有錢都結婚啦。表妹表我結了婚啦，邊段來還費錢啦。加還費錢，結婚啊，我表妹嘅結婚。哎呦，加唔啲啊，真的。加穿蠻有錢，是先結婚，結婚先下來啦，先成家後立業嘛，對嘛？結婚你要是冇啲買蜜月旅行啊，冇啦，但冇錢那就買蜜月旅行，實在大邊賺錢哈。嗰時個細我個6、7歲噶，嗰有差唔嚟嗬，嗰時差唔多問題呢，問題讓來一家太細全部突然一了啊，突然一蜜月旅行出國係嘛？出國了啊，冇出國，冇出國，冇去哪了？9個
嘛雅歌啦，嘛九族文化村啊，不法点。九族文化村哦。哎呦，蜜月单也不容易九族文化村。家子亲妹啊，哎呦，这亲好嘞哦。雅歌花园哦，现在已经没了，现在最近好像不知道改变成什么。哎呦，九族还在，九族还在。哦。伊家人啊，佢感觉无强用啦。有神医啦，有神医啦，啊，刚看到还有。补蜜月带去九族文化村，哎，然后罗哥讲，哎，外国有九族文化村，罗哥讲菲律宾吧，菲律宾，家人是真强的。哎呦，嘿啦，伊家人啊，伊家人基冇强用，不过俩人生年要胎的嘛，所以通也不用，量啥强下去。对，正经去真正的蜜月旅行，真的关于安排的时间，2-3日冇4-5日的，出去了冇得也。台湾动到地方，咩动好了。振兴券哪里用啊？对，环岛。多啊，莫马拉，去个布啊。对吧？好，按你总体唐先生的讲评啊。向英先生，英老师好。好，汪太哥，今比从罗山哥其实讲，你系形容哦，故事未表达到意好，韩国我感觉日摆看你其实当进步，不管在傲视方面啊，吼，然后讲为欠人的时节，又感受到你嘅认真韩国用心，吼，你系帮你当好嘅倾听，因为罗山哥，你直接讲嘛，戏爱足，人爱讲，吼，所以你属罗山哥你。大家嘅每日戏咪当招，吼，润咪做到当奖。韩国你上次为下讲嘅就系日前长信上讲嘅讲，你上次从嘅些个人为无法干咪，吼，就系个人可能差一些些咧，吼。不过你系问题，同伊咧都解决咧。你一摆嘅罗山哥，我本人嘅建议就系从头听规矩咧啦。好，可能到每一类比赛吼会很下紧张，所以我想讲，可能係樣嘅原因吼，所以從迄類當規矩講當好，確實吼很有很下好嘅嘅方式來表達，比如講嘅第一句、第三句，子午雙雙。夫妻互相吼，你實在是練強下場嘅些，我相信係講唔係用比賽嘅方式幫你表演，聽出會唱到很下好，嚇！希望你繼續加油，是嗎？好，謝謝先生，唱明珠先生，好，汪先生啊，顯發哥嗬，可能挺緊張咧，嗬，因講相由心生。哦，因看你面相出啲你心肝肚到嘅做乜嘅東西，哈，因為你挺緊張咧，個幾張面直，哈，直，子午雙雙，都是見那個從頭到尾全冇笑，哈，都聽你記得帶來了。快樂啊，樂無邊哦，嗰是寫出來的，哦，差詞人呢，所以冇聽緊張，尤其多啲下錄強來的，你要結婚賽，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哦，不論係做人，然後係辦料呢方面，全部嗬，我要小心啲喂，嗬，大錯幸福未滿人，嗬，幸福唔係幸福。哈，你唱到國語嘅嗰隻詞，幸福，哦，未滿人，你專一看播出來時，唔是啲的哈，所以繼續努力，好唔好？像你下按的面緊張誒，這樣子，對，咁係咪緊張？係啊，都笑啦，都笑，大家會啦。講真咧，已經到6強誒，係啊，穩穩的衝。係咪？講真咧，嗰時講冇到當好嘅成績，冇到前面唔怕咩？反正已經6強當厲害啊！哎呀，嗰時扎上我拼喺前面的，喊一百扎過來啊，對嘛？係啊，冇錯。哦，其實也唔是本質啊，壓力啊。用輕鬆就好了。對呀，對，好，好，來看一下，看一下分數啦，哈，看一下王顯華嘅分數。對啊，一分數人生好好啊，不差啊，係啊，哦，係，哦，這樣有限時間，單陽太太真正都為了蜜月2-3年左右，係咪？兩人世界一下，啊，對啊，好，OK，安子先，結婚一下，做休息。
考场各位朋友激起来报名。打电話嚟096667人6人，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等打電話。好，等大家來報名哈。好了，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嘅啊，好嚟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什麼先生辛苦咧？對，多謝。還有各位傳水站，有4禮拜繼續加油哦！辛苦了，祝大家。沈夢小康老師，還有辛苦剛剛吹醒茶。還有謝謝老師們，老師辛苦了。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也辛苦了。辛苦嘞。好了，下禮拜唔好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強下來。